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呢個故事，橫跨咗足足2個世紀，糾纏咗整整3代人，令無數粉絲操碎咗心嘅風飛之三角虐戀，終於喺2025年嘅今日，迎來咗一個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，甚至可以話係全網震驚嘅大結局。相信大家最近打開手機，都肯定俾一條新聞洗版刷屏咗。嗰個曾經被視為娛樂圈死結，講出老死不相往來嘅魔咒，似乎真的被打破咗。邊個會諗到喺2025年嘅今日，我哋竟然可以見到謝霆鋒、王菲、張柏芝呢3個名字，以一種咁平和、咁溫暖，甚至帶點溫情嘅方式捆綁埋一齊。而最令人破防嘅，竟然唔係佢哋3個大人，而係謝家大少爺 Lucas 謝震軒嘅一句說話。就係因為佢呢一句說話，直接令全網淚崩，亦都徹底解開咗呢3個成年人纏繞半生嘅心結。今日我就帶住大家，像剝洋蔥一樣，將呢個背後嘅愛恨情仇、豪門秘辛，仲有嗰個令人驚掉下巴嘅遺囑分配，一點一點，原原本本咁俾你哋游說咗講清楚。準備好紙巾，準備好瓜子，我哋即刻開始。我哋先從最近嗰個令所有人大跌眼鏡嘅消息講起。呢件事要從謝家嘅一家之主，即係大家口中嘅4哥謝賢講起。講起謝賢，喺香港邊個唔識？佢簡直就係香港娛樂圈嘅活化石。佢這一世人風流倜儻，瀟灑不羈，咩大風大浪未見過。年輕嗰陣時係萬人迷，老咗依然係帶住黑超、紮住馬尾嘅型男。但就係咁一位玩世不恭、看似遊戲人間嘅老爺子，喺人生嘅晚年做出咗一個決定，直接改變咗呢場長達20幾年三角戀嘅最後格局。最近有可靠消息爆出，謝賢嘅遺囑內容正式曝光咗。呢份遺囑簡直就係一顆深水炸彈，炸得娛樂圈嗰個係人仰馬翻。大家估下4哥點分配佢嘅身家？邊個都估唔到。謝賢竟然將名下90%嘅財產全部留俾咗佢2個寶貝孫子，即係張柏芝生嘅 Lucas 同 Quintus。你冇聽錯，係90%，幾乎係全部身家。而且最關鍵、最耐人尋味嘅係，因為2個孫子年紀尚輕，呢份龐大遺產嘅暫管人係邊個呢？唔係佢嘅親生仔謝霆鋒，亦唔係佢呢一生嘅摯愛迪波拉。更加唔係謝霆鋒嘅現任女友王菲，而係嗰個已經離開謝家多年，獨自帶大2個仔嘅前兒媳張柏芝。哇！呢個消息一出，網上瞬間就炸鍋咗，各大論壇、社交媒體全部都在瘋狂討論，大家都在問緊：憑咩？憑咩一個已經離婚咁多年嘅前妻，可以喺謝家豪門入面擁有咁高嘅地位？憑咩王菲作為現任女友，同謝霆鋒復合咗咁多年，即係大家都話嘅世紀復合，結果喺謝家老爺子呢度，卻似乎連個名分都無運上。甚至有人話，王菲今次係徹底輸咗，輸得徹徹底底，連渣都冇得剩。但係各位觀眾朋友，我哋唔好急住下結論。豪門嘅水深過海，呢件事絕對無表面睇落咁簡單，我哋得往深處挖掘。點解謝賢會做出咁樣嘅決定？這背後其實藏住張柏芝作為一個母親，甚至作為一個曾經嘅謝家媳婦，多年來不為人知嘅隱忍、智慧同埋一份難得嘅大氣。你哋諗下，謝賢係咩人？佢喺娛樂圈摸爬滾打幾十年，睇人嘅眼光幾毒啊！佢點解咁痛錫張柏芝？真係純粹因為張柏芝長得靚嗎？肯定唔係啦。謝賢身邊幾時缺過美女？靚女佢見得太多啦。真正嘅原因在於張柏芝做到咗好多女人做唔到嘅大氣同體面。我哋回想一下，當年張柏芝同謝霆鋒離婚嘅時候，嗰個場面係幾咁難睇，鬧得滿城風雨，幾乎係撕破面皮。換做普通人，既然離咗婚，受咗咁大委屈，咁肯定就係恩斷義絕，老死不相往來。甚至會喺小朋友面前掃落對方嘅唔係，將仇恨灌輸俾下一代，係咪？這種例子我哋見得太多啦。
但係張柏芝無，絕對無。咁多年來，媒體拍到嘅相入面，只要係張柏芝帶住小朋友去見謝賢，嗰個畫面永遠都係溫馨嘅、和諧嘅。無論佢同謝霆鋒之間有幾多恩怨，佢從來無將呢啲負面情緒帶到祖孫之間嘅關係入面。佢從來無阻斷過祖孫之間嘅親情。有謝家嘅知情人士曾經透露過，張柏芝唔單止從來唔喺小朋友面前講謝家嘅壞話，反而一直教育 Lucas 同 Quintus 要尊重爸爸，要孝順爺爺嫲嫲。佢會同個仔講：爸爸好忙，爸爸好努力工作，你哋要體諒佢。你哋諗下，對於一個單親媽媽來講，要做到呢一點有幾難？謝賢咁樣一個重情重義嘅老江湖，佢個心水清過鏡。每逢過年過節，見到前兒媳帶住兩個大孫嚟睇自己，噓寒問暖，斟茶遞水，比自己個親生仔仲要貼心。佢老人家可以唔感動嗎？呢個就係人心換人心啊！謝賢曾經喺公開場合唔止一次講過，我只認張柏芝呢一個兒媳婦。當年聽落好似係場面說話，客套一下，而家回頭睇一睇，嗰個係真係走心㗎，係發自肺腑嘅認可。講完張柏芝，我哋再睇下王菲。呢度我哋一定要客觀講，唔好帶偏見。王菲係邊個？係天后，係傳奇。佢嘅性格就係雲淡風輕，不食人間煙火，我行我素。佢同謝霆鋒嘅愛情，嗰個係靈魂嘅契合，係神仙眷侶，係超越世俗柴米油鹽嘅。但係正正係因為呢種仙氣，當佢落地到傳統嘅豪門家庭關係時，就顯得有啲水土不服啦。王菲本身性格就高冷，唔中意應酬，唔中意搞呢啲婆媳關係、翁媳關係，加上佢自己都有兩個女，同謝家呢邊確實冇乜太深嘅血緣紐帶或者親情互動。謝霆鋒同佢一齊，更多係享受二人世界，好少話帶住王菲返去同謝賢食飯飲茶。所以喺謝賢呢個傳統嘅老人家眼中，王菲再好，歌唱得再好聽，名氣再大，充其量都係個仔嘅女朋友。而張柏芝呢，雖然離咗婚，但佢係謝家兩個男孫嘅親生阿媽，係幫謝家延續香火嘅人，係帶住個孫成日返屋企睇佢嘅自家人。呢一碗水，謝賢自然端得係涇渭分明。佢嘅財產留俾孫子，交俾孫子嘅阿媽打理，合情合理，天經地義。所以好多人話張柏芝精明，話佢睺住謝家份身家。我覺得呢個唔叫精明，呢個叫懂人性，叫有格局。佢贏得咗謝賢嘅尊重，亦為兩個仔贏得咗未來嘅保障。呢個就叫退一步海闊天空。佢喺婚姻入面可能係個失敗者，輸咗個老公，但係喺做人，喺做母親呢一點上，佢絕對係個大贏家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就唔得唔提嗰個令人淚目嘅瞬間啦，就係大仔 Lucas 嘅嗰句說話，這才係成個故事嘅轉折點，係最催淚嘅地方。隨住小朋友一日一日長大，尤其係 Lucas， 大家有冇發現佢真係長得越嚟越似謝霆鋒？嗰個眼神，嗰個輪廓，連嗰種酷酷嘅敬意都遺傳咗10成10，簡直就係謝霆鋒嘅複製貼上版。但係好彩嘅係，呢個小朋友比佢爸爸當年懂事多咗，成熟多咗。佢無遺傳謝霆鋒年輕時嗰種叛逆同衝動，反而多咗一份沉穩同包容。據聞喺一次非常難得嘅私下家庭聚會上，氣氛原本係有少少尷尬嘅。Lucas 望住爸爸謝霆鋒，又望住媽媽張柏芝，佢突然間講咗一句說話，簡簡單單8個字：爸爸媽媽都要幸福。就咁8個字，當時在場嘅所有人都拎住咗，緊接着就係眼淚止唔住咁流。你哋可以想象到嗰個畫面嗎？一個曾經喺父母離婚風波中懵懂無知，甚至被媒體長槍短炮追逐嘅小朋友，如今長成少年，佢無怨恨父母分開，無叛逆咁搞事，反而成為咗父母之間和解嘅橋樑。佢心入面無恨，只有愛。Lucas 呢句說話就好似係一把鎖匙，
瞬間打開咗謝霆鋒同張柏芝心入面嗰把生鏽嘅鎖，亦令呢段糾葛咗10幾年、剪不斷理還亂嘅恩怨，突然變得唔再重要啦。係啊，爭咗咁耐，吵咗咁耐，避忌咗咁耐，最後發現，只要小朋友健康快樂，只要大家都過得幸福，過去嗰啲對錯，邊個負咗邊個，又有咩意義呢？即係因為小朋友嘅呢份懂事，先促成咗後來我哋聽到嘅嗰個世紀大和解嘅傳聞。有消息稱，就喺唔久前，張柏芝、謝霆鋒，甚至你冇聽錯，可能仲有王菲，呢3個人，這3個名字只要放埋一齊都會引發地震嘅人，竟然心平氣和咁坐埋一齊，飲咗餐茶，傾咗個計，這畫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據描述，當時並沒有大家想象中嘅劍拔弩張或者尷尬癌發作，反而好似多年未見嘅老朋友咁。張柏芝着得體優雅，充滿母性光輝；謝霆鋒成熟穩重，不再係當年那個摔吉他嘅少年。王菲依然隨性灑脫，雲淡風輕。有人話，嗰一刻，時間仿佛靜止咗，所有嘅愛恨情仇都化作咗過眼雲煙，融入咗那一杯熱茶之中。有人可能會問，搞錯啊？王菲當時尷尬嗎？佢點解會去？其實我覺得，以王菲嘅境界，佢根本唔關心呢啲所謂嘅尷尬。佢愛謝霆鋒，係愛佢呢個人，愛佢嘅靈魂，而唔係為咗入謝家嘅門，爭咩名分，爭咩家產。王菲自己身家幾十億，佢缺錢嗎？佢缺名氣嗎？佢咩都唔缺。對於王菲嚟講，能夠睇到謝霆鋒解開心結，能夠同過去和解，唔再背負住對仔女嘅愧疚，佢或許比邊個都高興。呢個就係天后嘅格局，佢活得太通透啦，根本唔需要世俗嘅眼光嚟定義佢嘅幸福。而對於謝霆鋒嚟講，呢個更加係一種巨大嘅解脫。咁多年，佢夾喺2個女人中間，夾喺家庭責任同個人真愛之間，又要顧及阿媽迪波拉嘅感受，又要顧及老豆謝賢嘅心情，肯定亦都係備受煎熬，壓力山大。如今前妻釋懷咗，小朋友懂事咗，現任女友亦理解，呢個對於一個年過40嘅中年男人嚟講，簡直係夫復何求啊！人生大圓滿啦！嗰句從此，並唔係話不相逢，而係一種境界。我哋唔再糾纏於過去嘅江湖恩怨，從此各自安好，相忘於江湖，但心中有愛，彼此祝福。我哋回頭睇下呢20年，真係好似睇咗一部超長嘅跌宕起伏嘅 TVB 長篇連續劇。由2000年左右，謝霆鋒同張柏芝嘅金童玉女頂包案風波，到後來風飛戀嘅驚世駭俗世紀拖手，再到張柏芝謝霆鋒結婚生仔艷照門風波離婚大戰，最後謝霆鋒王菲世紀復合，每一個節點都牽動住億萬華人嘅心。我哋睇住佢哋由清潔走到成熟，睇住佢哋愛過、恨過、痛過、哭過，最後終於喺2025年揾到咗屬於自己嘅位置。張柏芝，佢雖然無守住婚姻，但佢守住咗尊嚴，守住咗親情。佢用自己嘅堅強同母愛，將2個仔培養得咁優秀。Lucas 同 Quintus 嘅懂事，就係佢呢一世最大嘅勳章。而家有咗謝賢嘅巨額遺產支持，佢嘅後半生可以話係無憂無慮，只需要享受天倫之樂。佢依然係個靚媽，依然係個傳奇。呢個何嘗唔係一種成功？王菲跨越咗時間同世俗嘅偏見，證明咗真愛無關年齡，無關一張結婚證書。佢活成咗所有女人羨慕嘅樣子，自由、獨立、隨心所欲。佢唔需要豪門嘅認可，因為佢自己就係豪門。佢要嘅係愛，佢得到咗。謝霆鋒，浪子回頭金不換。佢經歷咗年少輕狂，亦經歷咗家庭破碎。如今人到中年，事業有成，廚藝精湛，身邊有愛人相伴，膝下有兒子成才。雖然唔常喺身邊，但血濃於水嘅親情係割不斷嘅。今次嘅和解，令佢嘅人生終於圓滿咗，無憾啦。
所以話，各位朋友，睇完呢個故事，你哋有咩感觸呢？我覺得最大嘅感觸就係，時間真係最好嘅良藥。好多時候，我哋覺得過唔去嘅坎，放唔下嘅恨，咬牙切齒嘅冤家，喺時間面前，其實都唔值一提。人生短短幾十年，與其糾結於過去嘅恩恩怨怨，不如好似 Lucas 講嘅咁，放過自己，其實就係放過自己。謝賢老爺子嘅呢波操作，雖然睇落偏心，其實係大智慧啊！佢用錢保障咗孫子嘅未來，亦安撫咗錢兒媳嘅心，亦都係對張柏芝咁多年辛苦帶仔嘅一種補償。同時，亦變相咁幫個仔謝霆鋒解決咗後顧之憂，令佢可以毫無負擔咁去追求自己嘅愛情，唔使再覺得虧欠咗邊個。呢個薑仲係老嘅辣，呢個邊度係遺囑？呢個分明係一份家庭和諧嘅判決書。而家網上仲有好多人爭論，講到底邊個贏咗，邊個輸咗？有人話張柏芝贏咗面子同女子，有人話王菲贏咗愛情同自由。其實啊，成年人嘅世界入面，邊有咁多非黑即白嘅輸贏？大家都係喺不斷嘅取捨中，尋找最適合自己嘅活法。張柏芝選擇咗親情同責任，佢得到咗小朋友嘅愛同長輩嘅認可。王菲選擇咗自我同真愛，佢得到咗靈魂嘅自由同伴侶嘅雙手。謝霆鋒呢，佢喺兩者之間揾到咗平衡，大家都求人得人，呢個就係最好嘅結局。故事講到呢度，我不禁諗起咗嗰句老話：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就算係光鮮亮麗嘅大明星，撥開嗰層光環，亦都係一地雞毛嘅家長裏短。但唔同嘅係，佢哋最終選擇咗用愛同包容嚟化解呢一切。Lucas 嘅嗰句祝福就好似一道光，照亮咗呢個曾經支離破碎嘅家庭。我哋作為旁觀者，作為食花生嘅群眾，可能曾經為咗邊個對邊個錯爭得面紅耳赤，但睇到今日呢個結局，我諗大家應該都係欣慰嘅。畢竟睇到破碎嘅鏡子，雖然唔可以重圓，但係都被打磨成咗兩塊精美嘅玉佩，各自閃耀。呢個本身就係一件值得高興嘅事，係咪？呢出世紀大戲演咗咁多年，終於落下咗帷幕。呢個或者係最好嘅劇本。張柏芝仲係嗰個堅強嘅媽媽，王菲仲係嗰個高冷嘅天后，謝霆鋒仲係嗰個酷酷嘅廚師。佢哋都喺自己嘅人生軌道上繼續閃閃發光。而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，從佢哋嘅故事入面，學識去愛，學識去原諒，學識去珍惜身邊嘅人，或許先係食呢個瓜最大嘅收穫。偶爾我哋仲會聽到關於佢哋嘅消息，可能佢哋最大嘅收穫，嗰啲一定都係關於幸福嘅消息，因為佢哋都已經翻過咗嗰座山，睇過咗嗰片海，從此山水不相逢，各自安好喺天涯。呢個唔單止係對佢哋嘅祝福，亦都係對我哋每一個人嘅期許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同大家傾到呢度。對於呢波世紀大和解，對於謝賢嘅遺囑分配，仲有 Lucas 嗰句感人至深嘅說話，你哋覺得點樣呢？如果你係謝賢，你會點樣分這份身家？你又羨慕王菲嘅生活態度嗎？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哋嘅意見，大家一齊討論下。我哋下期再見，一齊去爬更多娛樂圈唔為人知嘅秘密。大家保重，都要幸福喎。